我係香港華德福媽媽 Miss Jane。華德福教育就係未來嘅教育。當世界戰火連連，各個國家爭相霸佔罕有資源嘅時候，連大人都冇辦法預知人類點樣先揾到一個出口。咁教育又將會點樣為人類帶嚟希望呢？要未來嘅一代處理眼前呢個混亂嘅世界狀況，小朋友先要感受乜嘢係和諧。係啊，你冇聽錯，好似好矛盾咁，但係要知道呢個係事實。要解決混亂，小朋友先要學識和諧，享受和諧嘅珍貴，嗰啲人與人之間互動嘅溫暖，同大自然交流嘅平靜。當佢哋喺幼兒嘅時期成長於美好善良嘅環境，將來佢長大咗變得更加有能力嘅時候，佢就知道點樣將嗰啲扭曲嘅社會問題糾正返過嚟啦。如果唔知道原本應該係點，咁又點樣可以將啲錯誤糾正過嚟呢？你試下諗下，如果我哋行入一間混亂嘅房，邊個最有能力將呢啲混亂重整過嚟啊？就係當呢間房整潔嘅時候，住過去呢度嗰個小朋友咯。佢心入面有嗰個整潔美好嘅影像，佢就會知道點樣將眼前一切回復返過嚟。華德福嘅幼稚園就係讓小朋友全面咁樣體驗和諧嘅一個地方。到咗春天，老師會做2隻小鳥，放喺課室嘅角落度。原來老師呢亦都偷偷地呢放咗一啲可以起雀巢嘅小樹枝喺課室嘅另一個角落。而某個角落呢，小朋友又發現原來老師準備咗啲雀仔肚餓嘅時候可以食嘅小米粒。過咗1個月嘅時間，小朋友會發現老師做多咗一個雀巢啊，放咗喺樹枝上面。有一隻雀仔喺度孵蛋，另一隻雀仔揾嘢食。老師仲會講小鳥孵蛋嘅故仔。喺咁樣嘅環境下長大嘅小朋友，佢學會咗完美嘅大自然節奏。佢睇到資源係充足嘅，佢睇到小鳥一家係溫馨嘅，呢個世界係美好嘅。係啊，呢個世界本來係美好嘅。呢一啲美好溫暖嘅景象會喺孩子嘅心入面植根。當佢哋繼續跟住華德福教育升小學、中學階段，佢哋就會變得越嚟越有能力，佢哋就能夠帶住希望，為我哋建立更美好嘅未來。